方清唱大人，家子大人讽刺这个势利人，慢慢人落不落白面孔。剩余是老大人出来么两高头弄得吵起来。姥姥听说么子？关照屋头当回当了的袋子一拍么，屋头那还够大呢。大家才急得不得了。哎呦，妹子啊！这样。哦，哎呦，我怕啥子？来呀，这种面孔啊！我今次此地神府浪向10多年中分口见些个。我还分口见哎呦，我吓得吓得嘞！这个老夫妻吵起来打起来是滋味堂，要擦脱光。哎呀，那么那龙来个不求客哇！求客的，求人求你。去，我去听三家吧。哦，我三不来个。三家听见老夫妻为此的终身吵起来了。你要生气了，不跟来个。对，搿么请啥人呢？请啥人嘛？这个。三样只有过叫你来要叫他先生的呀。不灵该。哎呀，可你请过呀，请过。哎呀，名字嘛难听，叫这个弄到，那么请过还不来是的呀？叫请过难度家务事哇。啊，不来开。不来请啥人家？啊，请啥人？妹子，我想出来着。啥人家？是一个人，为他刚刚闲话。啥人家？啥人不是被你玩王八掉王中国啊？哦，王八掉噻。王中国放假里向来佣人呀，口里头来夫妻把档走亲。哎，对。一下打出来讲句闲话。没准。快点去，快点。哎，怎么不来去啊？得，小的眼睛奔出来，但内张望一口嘛，王本发了黑，再奔到外张望一口嘛，哎。王本啊，跌到了浪里向，眼睛打进来，哎，王本啊，掉发财！王本是吃了金鸡和手，那当手板呀，就说一听见发哈子，那上王该后上，什么事情啊？王本啊，掉发财呀！你想来要到夫人这么一当起来夸赞。哦。哎，王本阿姐介绍一点点发觉，为什么搿对夫妻来当水在？里头也没法口见一次背后当一次开，今朝不知啥事体哇？今朝为了后事，老夫妻又要争吵。王本啊掉，回来去来自个会客。啊，来自客人讲打，来自亲就讲杀个噻，哪一个会客？你别去问你在，你到里向一口你认得个呀啊！你还杀进去吧？他都在暗地出我资源堂已经出脱个贼。你谁去回复？谁来我谁来？王本阿刁王中国张部高不领啊，张王先生哭噜托啊，摩头熊一路过来。到此地资源堂天津里向望中资源堂当中一口吧，这口气剩余是老多人。不必沈夫人，这张面孔塞到祝福日，啥天像地公地部长一对。方清该个辰光自家晓得唱好着。老丈人面上唱个说，姑娘面上摆个赛，新郎头是当班，王本忙过去一看哦，一个头士先生让做头上，让大包送的，我哪帮得不得了？进去子再说，到此地当中，路过头士先生侧身，啪对围过来一口，咦，不是别人小东高吧？面孔把自己的装自己在。你俩今朝路当上强调哦，老夫妻吵起来总算是为难，努力拉高点。不过你来啊不容易，过了要喊我还替我去寻来2、3年分新账，今朝你来嘛真是开心事体。老了这年的搭上来要恭喜要大喜来了。老瑞对呀，你弄弄清爽呀，老夫妻随时为自己吵起来，拎不清啊！顾老爷顾太太。老奴要恭喜顾老爷、顾太太，我家小主人来了，真是天大一桩喜事啊！恭喜顾老爷，恭喜顾！一口妈妈，你怎么过来吧，拿起鸡你光要试看了。王本没领得清，苗头不得了，啊呀，顾老爷，老夫妻因我又要争吵起来，奇怪。剩余是老大人介绍，现在看见王本来了，心一手两到眼里，后了眼堂里。姥姥不大哭个，现在出眼里第3次，平常不哭个。从前辰光有句话叫“男儿欲来不轻弹”，不随便哭个。你不像现在有做小青年，
代理的女朋友吃脱之回到屋里向，没吃脱嘞，伊用不着吃脱么？另外再换一个哈子，用不着哭得个呀。叫做从前是个，姥姥现在看见到黄本啊，我啥个出身？那还会到今朝做到西台御史、外国封王与敌国之父，方家里向一手提拔，我自家心里有数。方才老高小说我方为根本，我因为分忘记方家里大恩大德，所以方清再难穷，我再到居松亭，要我自家能终身配不离，随时报方家里的恩呀。我现在讲的不来黄本听听啊，还三个我讲不给老太婆听。奶奶注意对我看出，那势利人眼睛里看出来，啥个清酒、朋友、家人、个人、神人，全部个叫知人同地，不人人。奶奶看出个同地有啥意思啊？一个人的个人定要求，同地都无啥稀奇，搿搭的确。乃真正同地都现在暴发户弄子几千万啥个身体不好困了，医院里向病危通知搿有啥意思的？一般性觉得生活能够过去，乃想吃点花今朝三菜上好去买，对吧？要找点啥个衣裳，照样好去买，稍微银行里向稍微存点还可以在。一个人要知足常乐，我是没常乐的。银行里面现在有10万样的存款，那今朝你都才晓得来着。我是个福音师个了，我欢喜讲出来个，只要得能够过去就守着，不晓得老高兴，为得上看重同地因子啊！王本，我今朝看出来，各家人家三太子老大，没啥意思的。王本，顾老爷做什么？王本，我是杀你落魄走天呀，下一手的音乐家，我本么经济上中，一个年少子。凤凰世上喜在望，我们等一风起是谁的？他一位长官，心底想，想是与你终战而经过，人类当头与长与我明争。搿点事业开个点财账，地和王门着关门大吉啊！顾老爷做什么？有啥个意思啊？啥个？关门搿点伙计都不点同地，少人要回州去做生意的，不点本地不里多，富人又做生意的，都不点娘里养老。我现在看得出啊，两家一听，一个同地不好打起个。一文钱带不到银子去，临终
能那可惜那女柔女妇离离他。想当初一等得知其为故，他们是一双空水凤凰杀，道主公不得了反骨家在一上空水得个面气个可臭啊！若王本享福了。王本主你对东江，要我搭人家来塞，插人家我得发为插个。现在我不是那个长辈，倘使我是长辈，啪袋子一拍，啥人管这个？搭人家不容易，好插个不可以。我是佣人呀，只好听之再说。如老奴证明，老天王本说我，谁不周送来对老家下看看，乃欢喜动地。我现在删脱一半400万，还有200万，不然呢？哪那种开心着哇？客客气气，夫人啊！慢慢人做你对老西人3年来一直叫我老不义、老吃不得听惯着，现在听见夫人了，耳朵里头有点杠叫着，不知啥事体哇？郑大头闷声不响，听里讲地上。夫人啊，我与你是狭路相逢，为万苦一心。想想故事个事主记在事主唱。我们好夫妻好过一家，像落花雨水绿水，绿水后人里落花。我删一半家财，再留一半，删脱一半，还留一半。这个一半呢，我是上夫人，独自去享用。哇，夫人啊，你预料着儿不为文人，一生荣华足够的了。你享福了，三高当才，不行，你也不去理理。但老高想讲话，把周队来对女婿一口嘛，好得像小局长来。唉，你真不争气，怎么呢？非是你今朝做大事，哪怕那趟相中做武长大给他，你还是个女婿。道友先生两样，牙齿勾扎扎，言语啊！是若无大事。想我的女儿，乃是你的福。我不能那个高兴老混没个种事体的。事到如今，已顾不得他生命里飘露泼风在满天呀。小姑娘心情偏爱，你是从今哈去做人家。女婿呀，娘得侬身上啊，总归希望侬自家将来跟我的好日家热爱，你也原谅你。方才姑娘听见呢，李中山要拆伤人后，连分尸里呀。
李维啊，请来吃16碗菜就是了呀，四斤8次鸡肉馄饨难吃的呀。后来呢，自家发长期帮当掼下来，所以李也老混，李还是一片好心来原谅李呀。下面是工人名字他放势力，风骨要摆个188，你是好良心，一片去牛粮啊！从今往后，领了女儿去吧。这个们，方清空，哎呀，搿个人家帮听得搿种腔调，那么那虽然法子呢，所以神道的么享福了。来了呢，家当散脱，动地风光，弄不脱一个子那年，可怜呀！我呢，到武场上去，这个大木头，乃是神力，虽人结构的地方。我是撇水归山配地区，蓬头李白来月生家，这个周后长。这个辰光，方清哪想？方清想得蛮清爽。老丈人，难讲人家把我抢光，我为何体不要叫包当神清了？包子当神之清，不要叫幸福享我该，搿么呢？孙老乡大事上头特发下来着，谁做大事里地动我去吧。要做大事，老了要做武长。慢慢人阿拉想，老师娘，一讲人家擦光，5成就把他穷举，你拨我200两，200万真个费啊！老实讲，上我4房动地，扛下50万，用也用不光。既然这个该得反等着。神啊，把云欧绳子高后，我剃光头到欧堂里向去出家去做四股气质。里头一家人家和尚四股头是3当乡财最上，少人家西子人做头上，清里头去了，切做补课到没那忙子。就说现在方清天神夫人2高头财富项目乐了一口，为何看上去我家人家还不至于擦光？这怕呢？吃破了，他不，大队长来，你帮忙拨了我要追着。这破个游戏，搿么老丈人还不要叫我来，我到这里我要做汽车，那么我讲人家差不多的。现在里头不想的，看上去不想挑光我讲人家，所以老浪口，并老大家不顺眼，不必忘本做你的么？咦，过了呀，追呢？现在郭太太不想嘛，每好有个老丈是追特子老的，你哪不追个人？不追么哪年？我来想办法。王本个郎想得聪明着，不知哪不里想出来，追到紫雨堂老师天津周围哈拉围巾了嘛，要进本道里想啊，宾公老爷未必有贵客来了，请公老爷到外边迎接贵客去吧，因为李特子吧，哎呦什么？不过路上是不弄，好，追他是吧？等歇再讲，拉一拉，带干。老了立起身来，真要想追嘛，这可就不必讲。结束了。哎呀，方才我浪辰光，老高小关在屋头要努力打，倘使我一追，再是一顿生活，要打得寸骨寸伤，那么呢，道理出去再说。也是。叔大人，未必与贵客来了，跟在女婿同去迎接贵客。本是一时请啊，容大人请呐。大比布朗向一把抓了，李清我请忙中熬时期，王本一口问，姑老爷你不作心，我不落上市内，你还要不个落上市本个不一样，就应该嘛，也许这里来。王本后边跟在，那么我做一道跟出来。你现在女婿晓得个，恐怕你吃上我大理出去，弄个坏了吃掉。你看看顾太太这面孔呀，3道做法人。反正你一追特子，杀头肉上不上，上豆腐肉，
说起来，王八那只辣酱啊，九松亭派青来拉个鼻涕啊，那还不是哈么子长长两记耳光。但是现在看见过了要天子小东高，最出天津一周还是活活大吉，急中生智，夫子那不里想出来，想唱文明戏。相声里看见陈御史回过身来对他招手，李不相声刚刚让他看见，做得来这样。啊哦，鼓楼一呼呼老奴，老奴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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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头上个头出几个呀？娘里走出去嘛，妈妈人心里气呀，丫头们。夫人啊，这来的小姐终身为呀，许配这个穷快，我是不牛的哎呀。呀，夫人，你放心哈子，来要气头浪这样说呀，一些的大爹夫说得个呀。小姐是我身体，我是不牛的哎呀。呀，现在你上了中国内做主管，啊哎，来要也做主嘛，你当句歌不里听听。啥个歌啊？讲哪个不行？为哪个不行来了？哎，你也做主，家里自个养一个出来，你到男人家子养不出来。我又不要带个男人养不出来，我当忘记脱了。哎，定心下子啊，哎你到里向去哎哎，吧。夫人，小伙们在快点追吧！哎，追啊！追我追啊！夫人这个啊，叫很贤非君子，夫道不丈夫，世界天地郎，我不见得到，最大是得死狗。分听见这胆子太高不？哎呀，来个混蛋的！像个哈虎好。哎呀，现在天大里向去，看你们啦，妈妈好好，所谓妈妈回来了，丫头们啊，是为我惊喜哟！夫人可仔细呀，哪里出得喜哟？就说该个辰光，紫薇堂朗向一个人才500，别别行，晚上一个，你都还晓得啥人？哎，彩屏到底老听众侪晓得个，彩屏了平门班员呀，就说别人才追光，船上里一个字不追，为啥不追啊？晓得今朝歌谣唱得实刚好，别做过，不做过500点章，不够实刚唱好个。现在呢，我晓得个，姑娘见脱，大人唱脱，戏没吃脱，要想去见娘妻子，没这样便当。今朝我要喊那个放金银线镯子出来，再好去见娘。所以哈啦，要紧追出来。蔡姑娘追出来欣赏，咦，心里7万高上，如同肩背，一口熟了个面，如同肩背忙中青布袋袋里向一条，摇摇好。回到自家楼上，上班员一放，收下来。蔡姑娘是顶聪明，你晓得该个辰光，姑爷要留得见见娘，是辣该个辰光逼里个放金银呀，恰到好处。李拉浪过来，陈御史老大人，才子女婿，花高围廊端绕出职，到沙上花，到小家带琵琶个琵琶房，搿只书房叫互相生枝，后头狮子峰高山门前一只无花树，鸳鸯的飞飞。现在到里向，王本走你对2个东家到里向去，我西家登了上床昂书，牢牢到里向水送一首千愁。是，方亲，我靠背居中一时，这少今再要背一个谁？玉凤大人居中上荣，对小婿亲说。女婿呀，今朝不是青山的事体，延续受理。是小婿告奏。哎呀，延续呀！乡里去了3年，女居民还本天下朝廷，毫无下落。若非小女膝下人祸，恐怕女眷早已不在人世得了。虽如身在人间，喏，你开了喏。方亲，不走头来对老丈人搿2根左手一口吧。只觉得不对一手，那么谁就知道看见姑父的辰光，搿2根左手偶遇的是没等此刻，今朝难得看，已经花白在，而且白到黑山，葛么那还会得花白的呢？为之我，因为我妻子3年530岁，觉得你搿2根左手才结白，想想自家真不好。刚吃得该得来，别人面浪谁好骂嘛？老让人面浪向不能骂理个，应该是告诉理。咁么要么啥个？现在我来告诉理吧。哎呀，
现在太爱憎。倘若我现在说出做过了，老让人别要面孔一背说起来糟。刚巧门内昂做过分做过，都让天狼高云做些人哈说提出哦，别要侬讲人家抢我哦，那么你肯讲着？那多姑娘为此内不做过老婚，我为此内做过了也老婚，为什么你忒荒唐？老让人做得出噶，那么人就满里不讲，哎呀，再不讲我说的的对立不是于心不忍。讲么里也贴起来。丁汉哪人？丁汉么现在有一个人，这个人晓得我中国情人，那么这个人还要认得我老丈人，让你来讲。那么老丈人一起的要贴么，贴了这个人身上。我们还是溜到庵堂里见娘，对个，不知还有啥一个人物？不觉得放心啊，你今朝外高头两副过。种子上牛事体侪要串串那个，就说现在辰光阿父阿瑞两个佣人四面上寻阿瑞啊，阿父啊，搿老爷个人得上上那火气的。幸福上个人，老爷得意门上兵部尚书毕平西来团体见老爷，伊寻来得去寻不上，贴张五送去的哇，小小人让我去过真白。哎呀，夫人给当我去过500，张王给两夫人300万，那，哎，安克姐，谁安克姐？哎呀，谁去到门口头？阿爹，阿爹哇，阿爹辣盖等啥？你辣盖等嘛？我去门口。来。阿爹，啊，两位兄弟做什么？阿爹，你龙江了还在？兵部同仁弟兄两个就到该得来。那么你接这个帖子唔送去了还，老要幸福了，那么那龙法呢？老爷就在里说。老要希望你呀，妹，阿父，再去。没。王本主任人都不能进去，为啥？进去我是要东港省浪大事当办，小大事呀，你都要写出来个。说到啥事体，你都告诉我听。这个兵部同仁带子给打在来自半日在，那么2张帖子让你手里向，哪办法？于是，你都出去。书房里向跑马斗争。说老要马上出来再看。什么？你都去吧。王本主任，我还说，倒是有人客来着呢，要进到里向。兵公老爷，为必兵部尚书毕大人特来拜会功劳我矣。就说姥姥听见兵部尚书学生子来，心花怒放，面孔上会得有笑意。为啥？50个学生子当中，各个学生子顶聪明，勤奋学习。当辰光辣我府浪向，我教你读书辰光，看你这个样子，我曾经对你讲过。我说学生子啊，只要你这个用心刻苦攻读，将来那个功名在我之上。我说你讲老师你满载着，果然。现在30岁做到兵部尚书，到我搿点年纪，十国八乡平常事体。老实讲上，我双眼睛不大花边的。我说你将来得法果然得法，不会退位的。但是讲女婿看看，搿么前3年就从在那向我看得蛮清爽，明明是3牛级的相嘛，那哈现在比乌来生发个强调的呢？自家一看眼睛也要闭的，3年一小闭，5年一大闭啊，要闭歪脱的。搿么这个，让你出去，让你去看看。别人讲国子监机关山东巡抚儿子做到兵部尚书，你有得啥？再想甚至吏部儿子辣浪吃东东闯大人，觉着难为情。就理。姥姥再做一段饭，我没好心，就理。李飞这次3年讲我比他个子，一到硬是，兵部尚书真叫虎娘，6月6月5江3点，早晨鼻头风里向爬起来，要到金殿浪向去见皇帝。我到底最讲我闯大人，我看他吃中饭起来多，我就收在，还是一个字出去吧。严寿是岳母大人，外边门生兵部尚书来了，女就要去迎接门生去了。是，哎呦，方清开心啊！一个人嘛，真正叫云来如来，退杀不开，喜鹊龙江嘛，兵部同仁来在，可么再还不有啊？我中国事体里牛精算，而且兵部同仁是我老丈人学生子，娘你去讲不里听，你也贴了8人身上，我们还是累。岳父大人，机遇贵客，请必罪是。皇本如，释放白居士。释放里头正就是
方才我听得蛮清爽，16万千分吃着都比我来还在，都真最是有什么？容，王本起败最是，现在姥姥手上带身，花高为郎端着过来，心里想闷啊，出着个种女婿。不过这一周年头奇怪，兵部上是学生子，哪会得改得来？而是一本正经从北京赶到改得来，当我亲亲安啊，奇怪在。因日门生相会谈，我是非知他后宫出京班，粉饰青翠林相凑，分文不有往来忙，我是杀身家你杀子，不知红人爱懂书啊。兵部上是个老丈人，不知啥人啊？这个老丈人给这个钟女婿开心啊。不过最近我听说襄阳有个清朝来，文武官有忙得不得了，不知清朝啥人，二位谁是学生子噶？虽然我所晓得不是学生子，就是在里向挑了挑个朋友，那个女婿呀，来了分晓得了，还了火气呀。他是平也虚。手上一身嫩上台人为郎，彩屏有种银窝，谁叫蔡姑娘过来看见了呀？来呀，你到哪里去？哦，我去迎接门神。过一年他在内侍房中夫人摆布，彩屏啊，来意怎样？喏，明地上书香来书房，你要送上是人是小皮晓得了。姥姥出去，蔡姑娘去都准备茶，啪送进书房。看见姑爷坐了半，也想溜着，没让俺便当。啊，姑爷，请用茶。都是彩屏子。方清的确有点坐了不安在。做啥么？因为老丈人带我是到兵部同人一旁头，马上晓得我做过事体。啥人面前我晓得背要跳都不让个，拿我害得我是一番马路。那么这次兵部同人我去了地上打的太太个，那么那年只好溜着。溜达落到庵堂里见娘，爱心我的娘一大大给得来，老丈人即使也埋怨我，看见我娘哈个不晓得来，格来有名堂，就叫门前度日可作阴。那么到现在娘了落个庵堂我不晓得，哎，现在看见彩屏真那么再哈不娘来闷闷里口。啊，彩屏子啊，可以。想教我在什么一当怎样追法，倒要请教。石头想溜着，不是俺便当。啊，姑爷问赖太太的小龙，容易呀，容易呀。哎呀，为难在。那么这个话题欢喜说废话的，你老讲容易呀，容易嘛，就是费难呀，费难。真是容易。你也晓得赖太太是何吃爱的嘛？谁辈是一个人？哪一个？猜中没猜？可是我猜不出来，但要请教了。一定要讲，一定要讲。那么了，讲点给你听听啊。老太太不个两个恩人，我不到今朝，难得里谁不能帮对？各位呀，说说恩人人多，你听了？是哪？你是谁谁啦？好心好意当家太，
富士汉，大得大恩义，有什么多情多义个女红妆相里，相信个姑娘，再与我知个小妹相生老生有个老年长，你现在在问里的梦影上，可惜的。花头来在，也包上6个人，这个6个人笑下来，今朝几娘随便也来不及改。那当中一个少人，老丈人，是我还去小里家，现在不是小里对出去拒贼。那么里向为啥个月姑娘，当家是他人也不认得，放情一想嘛，有在。蔡平生，想必去为对方之问明日背人。而今嘛，是背着你催命之可好？虽不虽近，虽来想过，小婢是应该是不用背人。一个等对，既然如此，费劳催命之到路上，想请你叫小姬小女，对方之问背着你叫小姬是哦。啊，也要旁对小校长，你特别当吧？哎呀呀，太一别当了。哎呦，也是一个等对哇。既然如此嘛，对方之问司机到路上，背着你叫小姐可好？那是讲你还在一搭小叫流浪去在，废话花烛打破关了哦，算不算呀？哎呀，实讲难说这话，你去请吧，不在俺便当。那么我自家上去，光我老面皮也有难为情，懂的呀，原来还做难我，看不出你的彩屏啊！刚巧呢，做难我，我呢没办法。现在不破财，至少把那只王本这样。王本是你送这个老家人，我家的门里里外干生活的。还有王本去陪酒拿回分来讲，方清对我是一口嘛，王本的来在。王本那还不得了，关照陪酒是等等等已经够得了。晓得小东家一个字了，还一起该让我来这里讲讲吧。不晓得走到此地上场跟随嘛。听见声音，叽叽喳喳声音，一听这个声音说的不是别人，蔡平。外家里门前闲话才分听见，就听见3个字叫老年场。啥叫老年场？老年场蛮清爽，就是老老头。人家里向老老头2个，一个姑老爷，还有一个我。姑老爷里头背不够叫老老头，可是他叫我啊！啊，为个小句话头让我小东江面上说我去我冲我别家家，做心该啥个？让我听听别家口，那么老船头呀，来听别家么风湿口口好呀！哦，你就是老船头朋友，上场浪向一改，耳朵一好，随到左手一勒听别家。一口王本来在海里进来，王本老人家到里去，哇！石头要讲我去我，先打个招呼喊喊口，毛公是毛我一毛，倘使我答应。去我不讲，不是讲便当，不做来口子一口，挨这里老句证据听别讲。上不做来带我口一口，不进来。哦，王本年纪大，耳朵不大，方便分听清爽，还得想。王本老人家到丽水为王，丽水为王。耐心的我听别家里向晓得讲，说个汪啷汪啷喊，让我口。对不住来对里向一口面孔长得只够实，为啥一手玻璃窗呀？各次玻璃窗上听别家呀？哎呀，我看得见，里头也看得见我个。哦哟，那么有2位来听众讲着话，明日上已经有玻璃个噻。没个，啥人话来啊？陈玉是老大人外国封王，现在讲起来是治外大使。到啥人话？到波斯国，就是现在的伊朗。等到神某，伊朗国王送不里2箱玻璃，拿不里到州来，欢喜侬流浪向上场，全部侪是玻璃的。搿只互相生气了，侬欢喜弹琵琶，得厉害还是玻璃。一方面弹琵琶，一方面看花园里向景色，让侬还开心点。所以非常名贵，明朝玻璃名贵，不大有。到州来，外国到州来真开火呀！总之是个，不像现在呀。现在叫我分明，现在四面侪是玻璃啊！你看你盖得很，上头半边里向侪是玻璃。可是有2个靠近这个老听众是不两浪侪到玻璃厂的呀。搿个现在发现奇个噻，无所谓个事体噻。
所以现在面孔长得羞羞，我要进到里向啊，小主人啊，方才你们在里边讲述什么？老奴在外边一句也没有听见啊！你倒不当使者，听不讲做什么？老人家，老妻分日，想老太太在什么挨当怎样追法？与我一一讲来。哦，要问老太太，要问老东家，哎呀，老太太们神啊，白云呀！就送的过去白云我们在了里向这样，可是应该告诉你听的。啊，小主人，想老太太们在举送的，要想说举送的过去白云后，不必蔡姑娘别一接，老肉对马玉来着。我也想别的呀，想不到你来着啊！刚现在讲到举送的啊，非说得过，连我那么举送的过去白云后，少快点打招呼，对王本双手路呀，讲不得，眼睛拼命傻，不能讲。却是王本老是对朋友，你讲闲话了，眼睛只看自家不对，不看不上话的，那么死的。蔡姑娘没办法，只好硬上，硬打招呼，够瞌睡。啊哈，就。讲不得，讲不得，搿点苗头里搭夹得出来。李周年对蔡斌30年纪轻啊，将玉质不待年高，父之空活8岁。李官照讲法都总有道理，搿么举松定得出来，搿是不要紧啊！举松的，有什么？举松的拿你同小主人分别耶，弄得是我是哪子？东莞，把那个蔡斌边浪向，可他个。举松亭分别之后必怎样？哎呀，小主人，举松亭分别之后，顾老爷为之府中，老夫妻争吵起来。拿起小回来，将头取入了，抢了你的猪塔，埋到小鸡手中破案。小鸡一让大病，病中难医。后来顾老爷呢与老奴商量之下，要让小主人一封假的书信，在上头朗朗念了几遍，医好了小鸡的真命，所以小鸡呢识到。蔡斌一听，毛病也来夸张，也要识到什么？识到白云儿为牛烧香，不惜抽帮，不能把你说起，快点瞌睡。啊哈！爷爷可咋？爷爷可他这个。老人家，识到地下怎样？识到，是我啊！别说这话，识到嘛就是识到。是说你看他个这话，哪叫识到就是识到叫？老人家，究竟识到地下怎样啊？哎呀，那么别说我啊，姥姥为发走着。哎呀，小主人，难道你耳背了吗？跟我耳朵聋个在。我何上耳背呀？小老奴识到两字从来没有讲过啊！哎呀，那个人做得出个，当面拉个呢，去得不是在那两高的，不是么心带中的，他在蔡平那边拉哇。蔡平姐，老人家识到两字，可人讲过。没有讲过，帮忙，我是为此帮来忙。蔡姑娘做你的王本，10刚都不年纪，哪刚才我讲拉个呢？阿哥呀，王公公识到两字倒是讲过的。客人听得讲过的，不调子上来发出信讲，你弄讲过啊？没有讲过，你为什么不讲过来？那王公公们识到两是讲过的，识到的下文嘛，随便的写的的，随便这话，高桥不来磕他个，那么一个师傅了嘛，你得这都听子再说，识到地下是何啊？王本主你的拿我头皮的，我彩屏来为这晓得个呢，来听听看，王公公在讲。是的，写了一封家信，是的，今朝陈金梅之子啊，是封家信呀。是啊，真是这个识到啊。你也是一个嘞，是自家讲我不晓得个，别人说什么，这话真是这个不晓得。东莞两高的车子打，来让农我娘的下路，看来了还不讲给我听，可么啥个？我来哈哈里读，方清还没做得成，杀伤你的面孔一杯。早，你们二人惹到鬼娃轰屁巨人，上抗我的娘亲，立即我们母子该当何罪？别，蔡兵啊，要吃官司长，该个叫怒气之啊，我弄服了噻。蔡姑娘做你对我来，可以呀。赖太太在从挨打，王公公他是不晓得的。王本主你对为是不晓得吧？晓得是我头要讲边个，听你讲。
只要你把自己3年正宗正直讲了出来，老太太的下落在小皮身上。啊！王本听说不是？旁队下来，自家3年事体分讲讲，可是小东讲那不应该。小主人，只要你自己把3年正宗正直讲了出来，老太太在说一堂，老奴倒也晓得的呀。好，你倒也要走进来的呀，快速讲吧。方清听得该的动静，原来你都等我高岁5岁好不好？也5岁刚子事体，那么你都在告诉我娘了落在暗堂里。那么现在也能讲得可以讲在，因为刚才我分期姑娘分出去，所以了不能讲。现在姑娘见着个讲人家帮我猜得个中枪的，那是可以讲在。但是方清讲得自家得意的事体了，哎，一个人等于为两样。老人家，蔡平之，说问到我3年的时间，只怕我方子们讲了出来，你们都要惊吓不起。别，已经好个子，不做啥事体吧？王本老着头，忙中想过了头一开，为啥好不起？这样不会得更多。蔡姑娘做你这个小但是花头都不够，听我去，各位快讲吧。你们听令。漂亮旁与高有非常积极，必定方清这一人18浪向登出来，一家1名上牛是必定，实在算是我方清。就说这个辰光，王本听见，晓是晓得嘞。蔡姑娘闷声不响。咦，蔡姑娘对你是要睡，没啥好想，用不着晓得。别想，注意到你了。好，他亦不晓，我亦不晓。咦？啥个老大家像杀错我们杀来这样，老人家如何不孝啊？蔡平妹子，你为什么不孝？因为我不信他的主人，所以不孝。是啊，因为不信你的主人，所以不孝。怎样才能信得？我亦不晓得，你才不晓得个。怎样才能晓得？我有难反说着。各位啊，做官要有凭证的，没有凭证，所以不信。也叫蔡平之，像我乃是冒名冒姓上堂考试，倘若我把必定2日报到此期，你们又不审视；倘若我把方清2日报到此期，抽破下来是归送的，各位们莫有些报的。我得对个，不做自家说错吧。
不，回到哪里来？啊，姑爷，祖国总要有凭证的呀。像我乃是结家岁月不离名人，与非人识得衙门，哪有什么公文可以叫你们过开？可儿凭证嘛，亦没有的。啊，彩萍妹子啊，我家小主人非人识得衙门，没有凭证，没有凭证啊。蔡姑娘做你的什么子？祖国很不平居噶，搿方今日我非要逼你出来不可，不是讲便当，搿方今日哎呀逼出来，今朝来不及了，要互为继续。把元恩飞西绕谁去？碧水来天，真是非公事人轻松不与谁轻吃为非的。天平山繁华是天力，名为西之繁荣矣。他是想家疾病，欲知吃少年，口读文章细注你。这地登口角，为国情于理，身为土偶与人间。那之中心是为龙一弄死会东梁军部将他弃配完必回去。立功后必在君王谁允许为恶，把地妻想为了自上的对，不为用兵在胸间，
金手绿，七公王。民心迷住，谁儿比西天下之鱼儿鱼，后天下之乐儿乐。光明守千年，谁能于心守규矩？天平三阴上。谁不与谁非公事情？娘心意。日头个定一定神，空气哈梦容易心。什么生理？为得说错呀？为啥我特开心啊？非不是事实，日浪做梦啊！啊，为家去自家小米这对毛针盖面水杯浪向一浸，哎呦，靠下去痛感，痛感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上去吧！小句话头一钩子会得弄点花团出来盖。